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现场的好友，大家好。就台见面讲好话，祝福大家拢有好机会，事业发展千万倍，赚钱赚真多，身体健康无问题。60学习有路用，公开表扬受肯定，代表秩序真荣幸，感恩大家来小敬。哇！我代表所有得奖人，感恩教育部对阮60推动的重视，甲团队的合作，学员的认真，60学习老青春，欢喜就好，免学分，出门上课日黄昏，增长知识教子孙。哇！这4句咧，咱讲了有够赞的啊！阮用生命咧经营60，今仔日会当得奖，是经过5关，斩6将，比搁再比，才有今仔日的肯定。讲实在的，坐轿的毋知光轿的辛苦，阮甲食苦当作食补，经营60这条辛苦的路，也要烦恼学员的招生，师资的问题，经费无落来，阮爱代付，种种的顾虑，就亲像千军万打共款。好佳哉！天公疼憨人，阮凡事一步一脚印，遵照教育部的课程，阮用心规划咧经营。嘛，甲学员培养成家己种一丛，较赢靠别人，好时代学习生活起居的安全，身体勇健，照顾家己，免有厝里的人咧烦恼。总算讲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。今仔日阮接受表扬，毋但汗水无白流，搁开始认真拍拼的开始。哇！伫台湾高龄化时代，为家己、为子孙、为国家，咱来做好健全的准备。安尼，咱今仔日得奖才有意义。60经营的路歹行，但是阮毋惊，阮的用心搁拍拼，有梦上水，美梦相随。人文完成到这段，镜头轻松，信心满，脚步大载好生团，时代欢喜来相伴。阮上爱甲恁来交陪，欢迎大家来小吹。最后，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再会。再会，谢谢主任。听到你的分享了，咱就快乐向前行，好不好？来，快乐向前行，都是讲歹行嘛。有今天大家热情、欢乐。颁奖典礼之后呢，我们就快乐向前行，安尼好啊！快乐玩具团哦，我们郑窈窕老师已经在旁边了哈，为我们表演小青蛙的故事，呱呱呱呱呱，对不对？好，小青蛙要跑出来了，我们欢迎台北示范中心